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狗狗讲好话》。今份移民主动欢喜哦，非常的开心，因为我转到那个故乡苗栗。你看我手上这个宝典啊，里面呢记录了苗栗台三线的客家文化之外，而且里面还可以学客家话哦。到底是谁完成我手上这个巨作？就是我旁边陈老师，欢迎陈老师。刚才看到你这个照片啊，有这个以前今昔对比，对不对？60年前的东西，亚海来说，我会把60年的东西，然后亚海新旧对照，要做都是应该客家人嘅，买煮嘅海嘅，马路斤斤计较啊。就是寸斤论两就对了。苗栗客语图解哦，它就是上面有教客家话，还有解释，还有附相片呢。我突然翻出来啊，亚洲人都重七八，真的啊，亚洲人嘛，他们讲头拉骨啊。今天我们刚好要教的就是传承跟文化这两个字。传生、传新、传生啊，传新、传生啊。海陆会相对，就是变传新，都是拼音传新两个。传生。对，文化的话呢，老师就是念文法。文化。对，没有错。那可是呢，老师，今天我们还要教朋友讲一整句的客家话，由老师讲出来最有代表性了，就是用镜头记录客家文化，用镜头记录客家文化，用镜头记录客家文化。客家文化。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今天呢回到了我的故乡苗栗。哇，陈老师用他的镜头记录了美丽的山城，谢谢你。当然了，我们认识了新的词，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第一个词就是传承、传新、传新。第二个呢就是文化、文法、文法。第三个，我们来学到一整句话哦。来看就是用镜头记录客家文化。用镜头记录客家文化，用镜头记录客家文化。其实想象把客语想成一种旋律，每天听很洗脑的客家语言的能力一定可以进步。我们一起加油，拜拜喽！